镜头转来到国内，台中的麻园头溪这2天发现有上千只鱼仔冰岛。环保局去现场看，发现是水利局抽水的莫达歹去，滴数这垃圾水流出来，害鱼仔死去。环保局即马是要依照水污染防治法，甲水利局的包商罚1万到600万。尾岸边看落去，溪水内底有真侪冰岛死去的鱼仔。这是伫咧台中市北屯区水南生态公园附近的麻园头溪，连续2天，互人发现到有真侪死去的鱼仔浮伫水面。当地居民批评讲，拢无人出来处理，放任鱼仔的尸体发出臭味。每天都一定要巡视嘛，明天一定要有人员在巡的嘛。怎么会放得这样子呢？都没有人讲话。我们常常来，就是其实也是边吃早餐边看鱼，然后就是觉得怎么这么奇怪，这样是蛮吊诡的啦。台中市环保局20特别接到通报，派人去到现场，结果发现是水利局的生活污水抽水莫达故障，无法度抽水排入去污水下水道系统，所以才会一到麻园头溪，河水一变浊。采检了后是无重金属的反应，研判是这垃圾水害鱼仔欠酸素死亡。初步评估污染的范围，对中德六路到梅川东路大约600公尺的溪流，拢总有1500只鱼仔死亡。另外，这个涉及水务法28条，会处1万元以上600万以下罚款。另外，现场也有采到那个它排放的废水，后续也会依规来送实验室看检测结果。另外责令厂商尽速把死鱼清除。市府表示，已经请包商去维修设备，目前无搁排垃圾水落去溪流内底。环保局嘛要依照违反水污染防治法第28条，甲水利局的包商罚1万至600万，也请水利局要伫咧2月就甲这鱼仔尸体弄清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